好，爸比你看者，你若看到 YouTube 迄直播若有送出来，你再甲我讲一下。有吼，好，有来，甲各位先报告一个好消息吼。我订足久的这只电脑，昨总算收着吼。昨啊做收着，我昨甲规个拢关起来啊，规个 set up 起来。当然即嘛毋免，即嘛新电脑毋免关，免较早像较早安尼关规工，因为是啊，但是我设定爱用好，啊无我今仔日就绝对是无可能会复用啊。但是今仔日有临时有代志哦，所以嘛是搁签着，所以即嘛才开始吼。咱顶回读到第8页啦吼，对，我这边哪现页啊？对啊。我这边现页，我怎么知要哪现页啊？对，不晓得的，歹啊，实在是不晓用吼。因为我这 Macintosh 电脑吼，其实我是第一道用吼。其实我碰过的物件，我是足罕咧用，连手机我都毋捌用过吼。啊，所以什么 iPad 啊，这我拢捌用过，所以我无介适合这个 Macintosh 电脑，所以咱今仔日操作若一寡问题，请大家原谅吼。我昨已经有练过，但是嘛是搁一寡较幼路的所在较袂晓。好，咱顶回读到这个第8页吼，第8页读到倒位呢？第2段应该是读到倒位，我看嘛。来，第2段我来读一下吼，若看就知吼。迄暝志勤的老爸伫山寮听见人在休，举头一看，火焰呛起吼。若阵索多玛互天火走灭一样吼，就摒势走到底，看见厝顶厝体家伙真规乌有吼，迄是志勤老爸啦吼，走转来看，结果已经变成这种情形。我记得咱电话敢读到遮啦吼，好，咱搁继续看咧吼。今仔日OK， 今仔日游玩应该嘛是会使啦吼。我读了一人一句倒咧读吼。主要是互各位学一下白话字吼。咱倒咧读有足侪好处啊。第一点，你有法度学白话字啊吼。第二点，你学台语啦吼。所以就是台语文啊，语甲文拢做一个学啦吼。好，咱继续看来吼。只有鼎呢一骹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 ，OK。因老爸对山顶山寮里走落来看到敢若看到啥？看到只有鼎呢？鼎是啥物鼎？大丢鼎啦吼，就是鼎。鼎当然鼎无一定是丢鼎，但是你伫庄脚所在吼，上快的迄个鼎就是丢鼎啦吼，用来你拍切的吼。只有鼎呢，一骹啥物？一骹烟筒吼，倒袂了的烟筒吼。咱来讲倒袂了吼，先看烟筒啦吼。烟筒就是烟嘴筒，就遮简单。烟嘴筒，啥物是烟？烟笔知无？烟笔就是铅笔嘛，所以烟筒就是铅筒吼。烟啊，迄种一种金属啦，一种一种金属物啦吼，叫做烟。烟笔的烟，甲迄烟无共款的烟咧。烟笔的烟无共啊。烟笔的烟是迄个炭啊、石墨啊。哦。应当是烟片的烟啦。嘿。烟啦，烟片的烟啦，烟筒迄个烟是金属的烟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烟笔共款写伊字烟，啊，毋过烟笔的烟是乌乌的。甲迄金属无共款。嘿，是共一字啦，我意思是共一字啦吼。共一字意思也叫做诶。嘿，等下吼，我这要来，切，为什么我的输入法拍袂出任何字？哦，
为什么这慢？莫甲我讲，因为我开 OBS 变咗慢吼。真正变咗慢。我看我改用其他的处理法。用台文处理法就是继续紧的吼。结果呢，我安装了才发现一个问题吼，我这台文处理法吼，失望的啦吼，台文处理法无法度设定啦，够害啊，无法度改设定就对啦。我进行画面有较大，即摆一几个电脑的画面，安尼看起来足水。我要安怎甲 zoom in 呢？我即马 zoom in 即个shortcut key 嘛无法度啊，快捷迄个 key 吼无法度。Control Plus 无法度，是要用啥？就安尼，真喊。爱用迄个 Window key 啊 ，OK， 伊敢若叫做 Command key 款。N 吼，N 其实是青的金啦，一种金属物啦，一种 metallic 的物件吼 ，metallic material。你讲 N 笔，其实为什么叫做 N 笔？就是因为内底有加 N 这种物件，毋是 N， 毋是图。你看伊即个字的造字就知影吼，伊是金属的物件，伊是属伫迄种敢若铁啊类迄种物件啦吼，金属物吼。所以 N 笔叫做 N， 就是讲内底有加盐粉啦，吼。当然，我即马是毋是有加无，我毋知，就是迄个名称的来源是安尼，是因为内底有加一种金属的成分叫做盐吼，所以叫做盐笔。盐筒就当然嘛是讲即骹筒是盐去做的嘛吼，所以就是铅筒吼。和铅笔相款吼，虽然讲铅笔看起来毋是金属物啦吼，但是内底是有加金属吼，就安尼。好，咱转来即个小说家吼，安尼小说我要来甲放大，即安尼我甲放较大字的。我想讲要来安尼，好安尼，好，佮甲放较大字的。安尼够大哈，看会清楚哈。但是我袂晓爱用即个 keyboard 啊，即 mouse 无法度刷袂叮当。好，袂要紧，袂要紧。我干嘛？读到倒位？这是第8页嘛？第6页，这第6页，第7页。这是第9页，我第8页走你对。对。好，这哈。到边迄个。对。对。真贵乌有遮嘛吼，只有鼎里一骹倒袂了的盐筒吼，盐筒讲煞吼，倒袂了就是好倒起来，但是伊无烧了嘛吼，倒袂了，无甲物件烧了啦，所以叫做倒袂了吼。因为这是盐筒嘛，伊无法度烧掉嘛，倒袂了的盐筒，伫牛车顶吼，伫啥物所在？伫这是迄个，伫即个
介系词吼，地方的介系词吼，是即个所在伫啥物所在吼？伫牛车顶吼，即拢免解释啦吼，念个得过。就等下吼，就拉遐个回路，这是啥啥？想着早日个好过，金暝远一切化火，煞纷纷倒落伫涂骹。这遮有几个字，我咧想是毋是伊个声调飘毋对去吼，台步拍毋对去吼。无，因为读袂出意思嘛吼。就拉遐个回路是啥物件？回路应当就是火烧了，剩一寡安尼啊，有一点仔火炭，佮有一点仔火呼，佮有一点仔，就算个火烧到尾啊，遐有人讲做火路，阮遮是讲火路。哦，安尼哦，所以恁是实际上是安尼讲的就对了吼。有火路即个用法，比如咱咧烧古早人会去拗火烧堆啊嘛，啊伊就会甲，比如讲有一寡茶啊声，甲伊放火烧了后呢，剩诶遐就剩一寡火路，就是个主要拢倒过，啊倒过剩诶下骹遐啊，吼还袂烧掉，可能会剩一寡火炭啦，一寡火冚一寡火呼啦，然后迄就做火路，我诶理解是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会安怎解释吼。我为什么拢无？等下我甲放较大。我想讲哦，敢会是因为我拍安尼？我拢无咧。回路，我来查一个啊出台语吼。天马教授第一节里有一个注解讲，火尽兄有比碳化食路啦，嘛有讲火定路，爱用一个英文是讲 scorch，S-C-O-R-C-H。OK， 好，多谢马文，甲咱补充吼，因为这字典顶头拢找无啦吼，敢若即个台华线顶书店有收即个音回路吼，焦黑安尼啦吼。就是拄则歹势哦，是玉玲吼，我毋知影你的名是毋是安尼发音吼，甲咱补充的吼，真感谢。就是拄则安尼啦，其实我毋捌听过啦吼，阮毋捌安尼讲，所以我袂晓。啊，各位得甲学起来吼。放较大咧。一点仔亲像咱华语讲的迄款的余烬哦，咱火烧了的余烬迄款的感觉。是。啊，这小较起吼，我实在爱会晓吼，无有诶用迄个 mouse 实在足费气。变成爱搁放大，哇，真正真嗨。照即个语境，可能就是讲，因为伊去用放火嘛，啊放火就是大部分该烧完啊，啊剩一个火炉伫遐，所以伊就讲就拉遐个火炉嘛，可能就是讲真正要甲伊迄个火星拢甲泡化哩嘛。我的理解嘛是差不多是安尼，是就是有当阵你田里、你园里你烧物件的时阵，当然超袂使有白烧啦，迄烧时就是会有一寡
拄则玉玲所讲的嘛，有可能烧过了剩火糊，或者是较下底、较内底，就是搁一寡火星。啊，你若要搁互倒，就搁放物件落去，就互会搁倒。啊，若无爱互搁倒，就是规个拉好线。伊迄个连火星就起哦，因为拉的这个动作压开、散开了，火星会转无去变火糊安尼，所以安尼听起来就是迄个物件，也是讲迄个最后迄个做火炉啊。我听起来理解也是。OK， 所以遮马问讲就拉遐火炉迄个动作啦，吼。当然即马物件拢烧了，伫遐拉遐火炉吼。其实已经就是马文拄则有讲伊听个感觉，就是讲即个动作是对啦，但是就是讲马文讲迄个动作，感觉就是要甲火炮花去吼。啊，我看起来我感受啦，我即摆这毋是语感的问题啦吼，语感已经讲过，就是即个动作就是安尼咧做无毋对啦。就是我即个伊所描写即个画面吼，互我看就是真正是足凄凉，就是你伫咧迄个火灾烧过了迄个所在，啊，伫遐你拉迄个火炉，当然拉，其实已经叫做华语叫做于事无补，已经无啥物帮助咧。物件烧了，你当然拉火炉是有啥物路用？其实就是心情，迄种心情已经足郁卒的心情伫遐你拉火炉哦。啊，所以后壁你看伊写的，就甲心情写出来，讲想着昨日的好过，吼，进前是偌请赢，偌好过，偌项五，吼，项五是我伫咧台语大词典内，啊，毋是伫即个巴克利班圣经学到的一个词，吼，项五就是请赢啦，吼。等下再查，想着讲昨日的好过，好过就是项五，就是请赢，吼，就是日子好过嘛，吼，就是即个意思。今暝远一切化会吼，今暝远一切化会，应该就跟今暝远一切拢烧好烧了嘛，会烧无共 Q 卡，有诶讲会，有诶讲好啦吼，有诶讲火啦吼，叫阮讲好吼，叫好烧了，叫做化会吼。沙纷纷倒落伫涂骹吼，想着这遮尔悲惨的这个情形吼，较早遮尔请赢，今仔日一切拢乌有去吼，真贵乌有，即拄则头前迄句讲，一切真贵乌有，沙纷纷倒落伫涂骹吼，规个人都倒伫做昏去吼。好，今暝远一切化火，咱来看一下化火吼，是毋是？哎呀，真是啥摆啊！这电脑要切换，我伫电脑就歹处理的。为什么切换以外我叮当？好 ，OK。咱看台语大词典有化火无？化第三声火，火有可能伊是有火啦吼，咱先因为以泉州腔为主吼。台语大词典是泉州腔为主。火 ，H-E 吼，我先找火吼。有又收吼，化火就是写燃烧吼，就是咱看例句吼，批若看了，就为我化火吼，批若看了，就为我化火吼，批若看了，就为我化火。这啥？月后即焚啦吼，伊个意思就是安尼啦。你甲批看了，甲烧掉安尼，即句话就是意思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化火就是甲烧掉嘛吼，就是伊鬼说即个燃烧，咱看一下日本版。化火吼，库贝鲁，或者是摩亚斯吼，批若看了，就为我化火吼。OK， 化火拄则我讲请赢吼，然后较早日子好过嘛吼，好过当然好过大家理解啦吼，应该是免啥好过势吼。但是我来查一个台语大词典。我毋知影是毋是我开 OBS 煞速度规个变慢去呢？
但是我昨有试过吼，应该是无问题才对。我试是开 OBS 了后，搁去开地图啦，啊，就感觉足紧诶啊，足顺诶啊，足欢喜诶啊。结果今仔日即个输入法则变甲戆戆了，我试过拢无反应。还是我爱去买一只苹果诶迄个 keyboard， 买一只苹果诶 keyboard 转来。算苹果甲我做生意啦，即只主机足俗诶，100外箍美金尔。迄只keyboard一只30箍啊，好贵无啦吼。好，咱来看青影 ，CHHIANN， 绕到即个青影应该是第一声吧，影是第7声。哇，无即个词啊！我是毋是声调拍毋对去？声音对啊，应该是安尼拍无毋对啊。好。无咱来先查即个行五。哦，我知影我拄拍毋对伊啊，减一个 H， 减一个 H， 音都无去啊。台语大词典无收青影啦吼，啊，你若找台语，你就会看到哦，所以即个词算新词的款吼，因为古早词典拢无收吼，敢若即什么2002年大华线顶词典啊，全民台语认证吼，语词分级宝典。精宝词典，台湾文学著作，就是陈明仁写的小说内底有用到即个词吼，青影吼，青影就是风光啦吼。好，安尼这现代词啦，啊，咱来看一个古早词吼。我讲行五。行 HANG 第5声，我拍 G 一个拍袂出来。五 NGOU 第2声，毋知有 N 无啦？若无就是免 N 啦吼。哦，有啦吼 ，N 行五。行五第一个东西队伍啦吼，第二个是行列整齐，阁有威风吼，所以呢，当你呢，日子就是你当称的时阵，就是当行五的时阵吼。例句是顶头摆起不及行五吼，顶头摆甲不及行五。当然，这行五本来的意思就是安尼，就是。队伍整齐吼，啊，看起来真威风安尼啦吼。啊是你若用来形容个人，讲啊，即个什么外行五安尼吼，基本上是衍生出来意思啦。伫巴克的版圣经是安怎用呢？我会记得是咧讲什么讲什么当什么人你当行五的时阵吼，应该是讲台北王还是啥物人吼？当行五的时阵安尼。好啦，我就无去查，你若有兴趣再去查迄个伫巴克的版圣经对行五即个词的使用法吼，你就知影讲要安怎用吼。我拄则讲车赢行五，我就做一个用啦吼，互大家拢做一个学安尼吼。
好，咱搁继续转来小说家，我无爱用迄个，我家己救，无实在等下搁收袂转来。好食哈，讲伊雪纷纷倒落伫涂骹，这应该无啥物好解释啦哈。芭比，你若袂晓的书，做你举手，毋是举手啊，出声啊！举手我无看，所以出声问吼。好，咱继续看一段吼，8:41。厝边的人听，歹势，厝边的人听见擦退水，吼，退水咱之前有读着吼，就是退兵啦吼，退兵。这边来讲，就是规个队伍往后撤退，安尼吼，叫做退水吼。一个队伍撤退叫做退水吼。厝边的人听见擦退水，就较侪敢开门出来看哈，就较侪人敢开门出来看，这个。地溪判吼，你若看伊写小说，真正是每一个词吼，甲迄个意象拢写甲足清楚吼，足，互你敢若足活跳伫你面头前你搬安尼吼，就你看厝边的人听见擦退水吼，大家就较侪敢开门吼，较侪吼敢开门出来看吼，这应该无啥物通好解释吼。好，因为清朝时代，因为清朝时代，这毋是日本时代吼，清朝时代，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。OK， 第一点咱来讲一下啥物叫清朝时代，当然大家都拢知影啥物叫清朝时代啦吼。我会记吼。其实我伫咧庄较大汉的时阵，我听到时代咧讲过去是讲像安尼讲法吼，日本时代、清朝时代吼，是足中性的这种表达方式吼，内底袂啥物啊，字句啦、清句时代、好句吼，袂用这种词啦吼，袂用日句这种物件吼，一定是讲日本时代、清朝时代吼。这种中性的讲法吼，啊，若大家要来无中性嘛会使啦吼，好旧时代嘛吼，国民党旧时代吼，嘛是会当安尼讲啦吼，看你要徛伫对一个立场啦，安尼讲就好啊。所以语言其实透露出你的这个意识形态，这足明显、足严重的代志吼。所以平常时我就注重这个，我为虾米我每一句我每一个词我咧要讲的时阵，我拢甲我的立场。讲啊足明白，足清楚的吼。因为清朝时代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吼，这若无啥物好解释，历史无啥好解释，但是意义足侪物件通好讲吼。清朝时代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，为啥物会解释这？因为日本时代，伊写这本的时阵是日本时代吼。日本时代教育已经互台湾百姓无法度讲你顾家己的心太重。尤其是皇民化时代啦吼，皇民化时代，你若敢若想咧家己咧代志大条吼，迄是毋若讲袂使，甚至可能是你着代志大条就对啦吼，毋知要安怎处罚，毋知要安怎互你好排过你吼，你想袂到诶啦吼。所以迄种顾家己诶心无法度重，伫咧即个日本时代就无法度嘛吼，无稳准嘛。你袂当干那顾你家己，你凡事万项都要想着别人。你即马你若对日本人有了解，我相信足侪台湾人对日本是足清楚的。日本人迄种顾家己的心，你若太重，你代志就大，你伫咧日本社会你无法度当生存嘛吼。所以即句话吼，你看起来读个就过，但是你若有迄个历史感的人，你就深深的感受着讲，原来台湾人经过50年的即个日本人的即个。伊个说啥？即个架势啦吼，看架啦吼，讲较
重点就是经过日本人因的教育吼，就是咧变化吼。经过其实台湾人经过足大的变化吼，定定你若看即嘛人无历史感的，想讲是台湾人死啦，就是安尼哦，无可能啦吼。你若真正要照迄个恢复到清朝时代的台湾人吼，迄著我讲一句歹听，就是哪低咧吼，就是过了哪低的生活啦吼。OK， 好，咱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，继续看落。行了开门，煞互贼来抢因的米。OK， 所以大家贼明明就比你即个庄头的人较少，偏偏你规庄头的人无法度通团结起来去拍贼，拍即个精兵贼，结果精兵贼你就来遮匪类，吼，为所欲为，吼，要安怎摕就安怎摕，要安怎抢就安怎抢，吼。好，后壁即句讲，行了开门，煞互贼来抢因的米，吼。好，遮有一个词你也要运用吼，行了安怎，行了安怎，吼，就是我想看嘛，华语要安怎翻译吼。怕说开门会让贼来抢他们的东西，所以你若伫华语要安怎翻运用即个行了即个词呢？就是怕，敢若一个怕呢哈。好，台语讲，华语你袂讲怕了嘛吼，你袂讲怕了吼，你袂讲安尼讲，但是台语安尼讲，行了安怎吼 ？Afraid of something 吼，就是行了吼。即个词我毋知影伫词典的安尼收袂，因为这是讲起来，这毋是一个词啦吼，查看觅啊。为什么我会去拍 D 咧？惊了有呢，有受即个词吼，大你大声受即个词。第一个是恐惊吼，恐惊是 afraid of something 吼。第二个是惊损失吼，惊损失，就是惊了。我拄则讲惊了，就已经是，就是怕安怎吼，就是已经惊损失即个意思吼。好，咱来看后伊敢若第一个例句尔吼。惊了袂成吼，就是惊讲伊袂成功、袂成就、袂成立吼。惊了伊毋来吼，惊了会死吼。OK， 啊，即个了哩，你若讲惯习华语的人，你就袂晓加即个了哩去吼。啊，伊今仔 OK 吼，惊了安怎吼。都大概倒呀，惊白是惊了，所以惊了开门安怎？煞互贼来抢因的米。吼，开门了后，另外一个代志发生，所以用煞 ，SOA 吼。煞啦，本来是读煞。是甲行了当做复数咧用的。行了当做复数。嘿，因为我进现伊是讲，莫斯卡斯鲁多，卡莫是咧那伊即个意思，所以讲行了有好，所以你讲的，你拄意思无。你拄则读的是大理大词典的几岁吼？我读的就是迄本东方台语典的词。哦。伊就是举一个例，伊讲这啥？瓦瑞约康啊，斯鲁多基。吼，然后举的例就是讲行了会落雨。莫斯卡斯鲁多阿美加呼鲁卡莫是咧哪？所以一定是甲动词加了，就是有表明迄个字面的意思嘛。了就是结束嘛。个行了就是变成讲，一只个语感是对啊。你行你做这个动作会发生后壁的代志嘛。
伊即马看起来，伊是甲惊了即个词当做一个复数，看起来敢若是安尼。OK，就讲，就伊家当做复数，当然惊即个字动词无问题，吼，大概就是字面的意思。变成惊了的时阵，伊过来当做复数来用，听起来看起来敢若相似。感谢马文吼。惊了是动词嘛吼，惊了开门即句，惊了开门即句，或者是头咱拄则有，等下再来过来看即个大理大书店的例句吼。惊了未成，所以伊甲整句吼，规句啦吼，惊了未成，歹势袂？惊了开门吼，即个句当做是一个复数来用，一个你会使讲伊复数的主句吼，主句啦吼。副词子句哈，复数的主句，复数主句用来要搁用来 modify 后壁迄个句吼，所以整个规句叫做复数啦吼。马文的意思其实我嘛认同啊，意思就是规句就是一个复数的即个作用，用来 modify 后壁迄句，后壁迄句啥物？后壁煞互贼来抢因的物，因为惊了开门了后，即个代志会发生吼。煞互贼来抢因的物吼。好，咱来看大理大书店吼的例句。那关那个南包厅的酒六起来，3礼拜6起来。啊哦，歹势因为我无伫兜。哦，为什么拢无去啊？我拄也要放豆啊，放入，嘿啊，毋对啦，我哩咧，歹势。你那是 M 开头，我大家拢来，马德内特那个 mood audio。哎呀，歹势。哦，我著改嘛是安尼，所以咱咧试的时候，到底是要马德内特还是要 mood audio？伊拢是 M 开头啊。真歹势，无拄好再甲你车落去 ，OK。惊了，未成伊敢若安尼写头前即词尔吼，惊伊毋来吼，惊伊会死。但是你若本身诚做一个完整的句，安尼嘛是有，安尼嘛是完整的句啦吼。讲实在嘛，无必要后壁加啥物吼。惊了伊毋来吼。好，转来小说家吼，惊了开门，煞互贼来抢因的物吼。所以大家为什么惊？就是顾家己嘛。我开门，你就来抢我，我门关条规安，你去抢别人安尼吼，意思就是安尼。咱继续看咧吼，所以。一个听见争辩，一个听见争辩吼，争辩就争辩出的争辩吼。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暗吼，听了乒乒乓乓，你抢人物件来啊，对无？门紧串起来，去抢别人吼，安尼吼。所以一个听见争辩吼，一个意思吼。家己的门串吼，门串应该嘛免啥物个解释啊，门串就门栓啦吼，华语叫门栓，门串。但是即个串哩可能爱学啦吼，无你可能无法度理解即个名词吼。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暗吼，但是一发嘛爱早吼，一发人原来学起来吼，无你无法度通去做即个句像安尼即种句型啦吼。你干若晓讲华语的人是无法度。做出即种词啦，即种词你写袂出来啦吼。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暗吼，好，先看串哩。时间有够无？咱今仔日读到15分啦吼，我遮9点15分，各位10点15分啦吼。有代志当然做你无用啦吼。好，门串。门串，咱先看简字典的串字吼，的解释。
CHHOANN 第3声。我咧试迄个 copy and paste， 我小卡 key 吼，我那是走去啊，无度用，因为我无迄个苹果的 key 盘嘛，伊迄种特殊的一个 command key 我都无。好，串遮吼，门串，门串串门，门串串门，串顶串，这什么意思？串顶串，串落笋，串棍，哇，真正拢看无啦吼。敢里顶有即个足侪书，其实即嘛已经失落去啊吼。有看无毋知意思吼。好，伊敢若咧写尔，伊嘛无解释啦吼，就是串吼。串为虾米写3遍？好，咱看大理大词典。CHHOANN 第3声，我先查这串，串就是解释就是第一当这是做名词嘛吼，用帷幕来锁吼，或者是锁门的帷幕，啊，这毋是共款意思哦。第一个意思是动词啦，歹势我讲毋对。第一个意思是动词，第二个意思是名词吼。第一个是 verb， 第二个是 noun 吼。OK， 看一下日文版的啦，啊，无安尼串吼，这是安怎读？宽内基，还是康内基？康内基哦，卡克了哦。这是第一个串门吼，动词就是串门嘛吼。门啊，第二个是。第二个就是敢若叫做即个康内基吼，就是即个名词，即个物件吼，叫做串吼，门串。好，好，转来即个小说家吼，这是门串吼，嘛免转去啊。第二个过来是一发嘛吼，一发算较红吼，啥物叫一发？一环毋是日语的迄一环吼，差足多啊！哎呀，为什么个？一伊是第4声嘛吼，发，拢第4声吼，一发吼。一发是搁较安怎，渐渐安怎吼？一发成功，搁较成功的意思啦吼。啊，所以拄则讲一发门串较红吼，就是搁较串，搁甲门串搁较红安尼就对了吼。一发门串，转来日记家，毋是日记，即个小说家吼。一发门算较红吼，所以一发就是有，就是已经有较安怎，搁较安怎的意思啊嘛吼。一发算较红吼，家己的门串一发算较红啊，所以你会当家己做事的一发，这个真挑战吼。尤其是你惯去讲华语的人，忽然间要叫你用一发吼来做这个事，你可能做袂出来吼。我嘛做袂啥出来吼，因为我少汉咧讲这个事吼。家己的门串一发算较红吼，算就是串啦吼，算就是串的意思。我是讲动词的迄个串吼。啊，当然算较红，咱来看一下。词典还是字典，安怎用汉语来表达这个音声？
酸呐，我知影伊当然是一般是安尼写啦。姓孙啊，孙中山啊，这个我嘛是后来才知影讲，这个姓吼，孙中山这个孙会当读做最姓，其实读做孙啦吼，孙中山。但是咱毋是要看即个孙，咱是要看迄个串门的即个孙吼，伊写做孙门吼，竹孙、茶孙、替孙吼，伊就写即个酸了吼，所以我又是即个酸伊的即个白话音读做酸啦吼，文音读做酸吼，就是一个门下底一支反光吼，即个字完全是迄个象形字吼，就是迄个形就是安尼，一个门下底一支反光叫做酸吼，或者是串吼，写做酸或者是读做酸的时阵，你就较有迄个感觉，因为迄字本身一个象形字嘛吼。好，转来小说家吼，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暗吼，一发拄则讲，搁较安怎渐渐安怎嘛是会使吼。大字大词典敢有搁啥物？伊无例句啦吼。我即满咧想看有啥物例句，各位小想一下，你若有想到，你会当讲袂要紧。你会当用搁较安怎去想一个词，再用一法去替代、去取代安尼。想袂起来啊！迄个带了换着闪屎，当是愈换愈歹。本正就是想要创啥，想讲原底迄个要做，先莫做，来做别项看会较好势。结果那转状况搁较严重，还是搁较无好嘛？迄就一发如何？当然天气的关系，想讲有日头、晒日，或者是愈安怎即个事？你有法度做一个词哦，比如讲，过年时吼，比如讲，即个人平常穿插就真体面吼，真体面。过年时一发较新，还是讲一发搁较轻搁有啥物形容词啊？讲即个人平常穿插就真好吼，过年时一发搁较体面吼，你会使安尼讲。一发较体面吼，当然一发就是较，就是有迄个意思吼。所以当你讲较安怎时阵，其实迄个去用请穿插爱真好势，穿甲足闭窄。即马伊不但要去用请，而且佫叫伊上台致辞，哇！迄真正就是爱凭迄个闭窄佫甲一发吼，迄个本正是闭窄穿甲足好势嘛，可能一发。迄个词就爱凭闭窄，佫较悬一较。对，吼，所以你就爱，当然无一定讲你头前要有一个啥物形容啦，吼。就像你这是讲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暗，吼头前当然意思就是进前无酸遮暗，即嘛酸较暗吼。但是我发现讲你若要用即个一发要用来讲即个佫较安怎的时阵，即个较暗，即个较字吼，即个比较。即个词吼，敢若无法度声调，一定爱倒咧后壁，无法度表达出来吼。即个譬如讲可能就是平常时就穿甲足体面啊。今仔日要上台致辞，就穿甲佫较一发必杀呢。咱照即个句，
咱照即个句型来做啦，吼。过年时一发穿较水，安尼有无？你安尼就使啊。过年时一发穿较水，嘿，对，嘿，就是安尼做即个事。你无一定头前要有一个形容词啦，吼，你就会当甲即个比较出来，吼。破病时一发较衰弱，吼。啊是讲生气时一发较懵懂，安尼吼，像安尼诶即种做法，啊，你就会当做出安尼事吼，啊，足简单，足简单诶吼，你就免当啊。我想嘛，即个华语变来讲，自己的门关的就更紧了，大概是要这样说了哈，大概是安尼讲的哈，就是讲，所以一听到贼来了，自己的门拴的就更紧了哦。我想华语的表达变成安尼讲了哈，但是台语就简单哈，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红哈，所以这爱学起来，我感觉咱平常时毋通讲，敢若会晓听啊听，我听，但是你家己无晓表达，你讲袂出来的时阵，你看吼，平常时你伫咧讲话，还是讲人要叫你上台，你要表达的时阵，你都无法度表达甲遮尔流利啊吼，因为你一寡你的 vocabulary 无够，你的词汇无够通用嘛。所以这学起来吼，这对你的这个台语讲力的进步就多吼。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红吼，啊，少年时吼一发哦，身体一发较勇安尼吼。啊，但是这是拢是讲搁较安怎，渐渐呢，敢有法度渐渐，就是拄则台语大词典内底有另外一个是渐渐，有无？伊另外一个意思是渐渐吼，咱看即个日文版的吼，一发。伊即个汉字吼，真趣味，伊用易发吼，就是华语读做易发。伊的易是迄个有益身心健康即个易啦。我即马要找后伫遮吼。你看伊把字拢用即个1、2、3的一吼，但是即只偏偏无共，叫做一环吼。其实我感觉即个汉字是用了无介精准吼，照讲应该是即2、3个字啦吼。但是伊用易发的用来即个易发来用解释讲是搁较安怎，渐渐安怎，还是就较会较适应啦吼。易发吼，这是伊讲啥物？哇，这边哪读啊？我搁较放较大，搁较大。猫文，你的信号歹哦。甲即个包括出丝线，你甲迄个出丝线当做一个会使查询的文学著作嘛吼。一发内底就是伊甲出丝线即本小说内底有用一发的所在，拢甲记出来。嘿。当然你也家己看，第几趴、第几座安尼。咱即摆是读到第8页、第3趴、第6座，伊后壁个。105页第1趴第12座，131页第1趴17座，156页第3趴第6座，160页第4趴第5座。所以讲，伊甲伊就是数位化了，要来做这种动作就较好做。所以这是讲，门串一发酸较红。所以去对照讲，伊去适应出来遐个话有去对，知你看到即个一发的词，拢甲列出来讲有。遮尔济一发的用法啊！你讲的是伫找台语内底的文本会使安尼用是无？找台语内底对哦。找台语，你就找一发嘛。歹势，我毋知影找台语的文本伫倒位呢？要安怎看？你就伫找台语内底拍一发啦，伊就找出来了。好。你即个台湾文学拄着什么？好。找着8条啊。OK，了解，我了解你意思啊。当然，咱家己去做句的时阵，若准讲咱的语感有够，迄个做出来语句嘛会使参考。既然伊即个文本已经安尼处理啊，咱就直接读伊的迄个顶悬记的迄个例句，会较记一寡。这嘛是种。
好，我看卖时间者，10分，剩5分钟。好，可能今仔日无法度啦，无法度逐个去献啊啦吼。恁家己有兴趣再去献。啊，就是讲伊有另外一个渐渐的意思吼。我毋知影伫咧地溪盘伊到底是用搁较侪呢，还是用渐渐较侪，我都毋知吼。你再家己去献看卖啊。啊，就是有渐渐的意思啦吼。啊，当然较早我是伫咧巴克利班圣殿，巴克利班即个圣经内底应该是一法，我敢若捌看过，因为我即个书当然是伫即寡教导所写的即寡小说内底用上多吼。我伫咧应该是讲我伫咧白话字的即个文献内底看到足多一法啦吼。平常时伫咧生活中，我颠倒是较无安尼讲着吼。所以即个词是其实是高级用词啦吼。好，我看卖啊，咱搁继续看咧吼。无，所以咱大家拢来读一下啦吼。对正规乌有者开始读起吼。好，我看卖啊，大家拢会使读吼。对遮吼，所以咱就照这次数啦吼。马文、玉玲吼、玉文、芭比吼、蓝豆兄吼。我开始吼，只有定年一骹倒毁了，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。来，马文。只有定年一骹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。烟筒哦。你可能是读你是看这个汉语版的吼。OK 是烟筒啦吼，毋是烟筒吼。伊是用烟筒哟。所以你看到，你才会讲，伊是。伊是桶。我看白话字啊，我看白话字。伤紧我想讲伊是汉字写做迄个烟筒，我想讲是伊甲当做是青年你写吼，毋是所以毋是啊，是毋是啦，伊毋是安尼写啦吼。OK 好，好，我看卖这边安怎读，好来，玉玲麻烦你即句再读一下。来，我主要说唱说找无第几行。第8页啊吼，第2段吼，第2段中，我看下，第2段尾啊算过来第4纸吼，对顶头算来第6纸，26对第6纸，只有定年一骹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。倒袂了诶，伫牛车顶来个读一遍吼。就啦遐，歹势我吹错，我回魂啦。来，感谢即个。只有定年。毋是我知你要读后一句啦，我知你要读后一句嘿。咱对只有定年只有定年一骹倒袂了诶烟筒伫牛车顶。是，感谢，好，玉文。只有定年一骹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。OK， 芭比。只有定年一骹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。烟吼，爱读做烟吼，毋是烟。然后你惯系华语讲烟吼，华语北京腔讲烟吼，但是呢，台语讲烟啦，你若要读第一声是烟吼，毋是烟咯吼。华语叫做烟，台语叫做烟吼，所以是完全无共吼。所以是你若讲盐吼，华语叫做盐，但是台语叫做盐吼，所以是盐桶吼。所以伫咧拼音的时阵，其实我当初我咧学白话字时，我即个盐桶吼，我定定盐字我都拍袂出来，因为是 IA， 我惯势写一个 E， 想讲即个音应该是写一个 E 就好，毋是，伊是 IA 吼。OK， 好，南投兄，只有定年一骹
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。只有定呢一骹倒袂了的烟筒伫牛车顶。是，好，过来吼，就拉遐的花路吼，我讲即句规句读到了吼，就拉遐的花路，想着昨日的好过，金暝远一切化火，煞纷纷倒落伫涂骹。想着就拉遐的花路，就拉遐的花路，想着昨日的好过，金暝远一切化火，煞纷纷倒落伫涂骹。毋知玉玲你有法度无？我试看觅。嘿，就拉遐的花路，想着昨日的好过。金暝远，一切化火，煞纷纷倒落伫涂骹。好，玉文爱我一句一句带无？就拉遐的花路，就拉遐的花路，想着昨日的好过，想着昨日的好过，金暝远一切化火。金暝远一切化火，后壁有法度家己读无？煞纷纷倒落伫涂骹。嘿，煞纷纷哦吼，纷纷倒落伫涂骹吼。OK，芭比，我补充一下，迄嘿个倒落啊，金华教授讲的是倒落去的音变。哦，倒落去的，倒去的音变就对啦吼。因为台语内底嘿，伊的，嘿，你讲。咱一般你若常常看到讲倒落去，迄个落是落去迄个落嘛，啊，毋过伊就敢若 LO 尔啊，嘿，所以无斟酌看嘛，毋知啊，就倒落 OK 啊，啊，毋过清华教授讲迄是倒的音变，所以 TO 变成 TOLO 啊。好，感谢马文甲咱补充吼，我真正嘛无注意到吼，我嘛是当做是迄个落倒落吼，结果毋是吼。因为你若叫我写落，我会写 LOH， 我袂写 LO 第二声。LOH 啊，念的时阵 LOH 迄个 H 定定拢会念袂出，还是无念出就准过。啊，毋过斟酌看，斟酌想有即种用英文是讲 to fall onto the floor 嘛，倒落伫涂骹安尼啊，倒落伫涂骹。嘿，台语会定定会安尼变化吼，譬如讲，迄号人吼，迄号人。啊，有时啊，拢讲迄落人，迄落吼，所以讲迄号，到尾变做迄落安尼吼。OK，煞纷纷倒伫涂骹。好，再来芭比吼，就拉遐的花路，就拉遐的花路，想着昨日的好过，想着昨日的好过。金暝远一切化火，金暝远一切化火，煞纷纷倒落伫涂骹。煞纷纷倒落伫涂骹。纷纷就是第七声变做17325变第三声吼，纷纷吼。纷纷。嘿对。变调。嘿对。纷纷，嘿那变调，它那2个，但就是只有变头一个字就好啊。对啊。7变3就头一个字对吧？嘿对。伊即个是双塔字的变调，即是双塔字的变调，还有另外一种变化。这是纷纷啊倒，迄是属于双塔字的变调，跟咱规个各有无相关的款。所以双塔字是有啥物无共？两个音爱共还是无共？还是啥物？有啥物？马文，所以双塔字的变调有啥物无共？和一般2个字的词的变调有啥物无共？有啊，讲着
双头梨的变调就一般会变调啦，歹势。哦双头梨伊咧双头梨的变调。哦，OK，好。啊，所以就是相款吼，就是7变3，啊5变2，安尼或者是5变1，吼，173、253、573、217，所以不管是漳州、泉州区拢是7变3，吼。OK， 分啊，就是倒落，还是倒落，吼，两种变调。等下吼，啊，我咱拄则是读到对啊，所以后一段，芭比咧读。过来是后一段吼，后一段几段哦，来，我咱是一句来啦吼。厝边的人听，俊也袂读，俊也袂读。后壁佫有一个人吼，歹势我无看。歹势我连我好。南岛 Q 的俊。哦，有啊，伊也袂读啊，歹势。就拉遐花路嘛吼。这拉遐敢毋是来药？毋是，即个拉是动词，嘿，拉是动词，拉是动词啊！我拄则袂记规说即个动词吼。嘿，拉就是拉是要安怎讲？缴获，对，缴获，叫做拉吼，莫踮遐拉吼，有时仔囡仔踮遐食，看到食物件，踮遐用箸踮遐拉来拉去吼，莫踮遐拉吼。就来遐个花路。嘿，想着早日个好过，今暝一切花火，煞纷纷倒落伫涂骹。嘿，是好，多谢。过来后一段吼，厝边的人听见贼退水，就较济敢开门出来看。来，马文。厝边的人听见贼退水，就较济敢开门出来看。好，有连。厝边的人听见贼退水，就较济。就较济敢开门出来看。是。药文讲我读。应该会使。厝边的人听见贼退水，嘿，退水就甲就较济敢开门出来看。嘿，芭比。厝边的人听见贼退水，就较济敢开门出来看。好，进。厝边的人听见贼退水，就较济敢开门出来看。嘿，因为清朝时代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，吼，咱读到遮，过来马文。因为清朝时代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。有零。因为清朝时代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。药文。因为清朝时代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。芭比。因为清朝时代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。来进。因为清朝时代百姓顾家己的心太重。好，惊了开门，煞互贼来抢因的物。马文。惊了开门，煞互贼来抢因的物。嘿对，有零。惊了开门，煞互贼来抢因的物。药文。惊了开门，煞互贼来抢因的物。芭比。惊了开门，煞互贼
来抢因的物。进惊了开门煞互贼来抢因的物。好，所以一个听见争辩，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红，嘛有所以一个听见争辩，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红。有零。所以一个听见争辩，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红。有文。所以一个听见争辩，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红。芭比。所以一个听见争辩，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红。是，来进所以一个听见争辩，争辩哦。争辩哦，所以一个听见争辩，家己的门串一发酸较红。OK， 好，即、个拄则无唠到无过，一个听见吼，我其实袂记个规说啊，一个听见啥物意思？芭比你敢知？应该是一听到啦吼，一听到。对，但是台语加一个嘿。那个争辩是争辩。争辩辩。辩。央中央的央吼。争我很不会发呢。啊，就中央你也要讲嘛，无可能不会啦。华语有央的音嘛，所以不可能不会。你要讲中央大学哦。我每次我大概都读唔对，用唔对去。哦是哦，中央大学你读唔对。对，我用唔对都是。中央大学的央呢？华语你华语你读华语就好啊，华语就是央啊。中央哦，央哦。央啊，即嘛就是边啊，就是第三声变，啊第三声叫变。你先念华语的央，啊再来读华语的边，啊当然咪是华语啦，再来读台语的边甲台语的变，吼。哦，争辩。嘿，就是争辩。啊，所以你就一定，即个音无可能袂晓，因华语有即个音啦，有央的音，所以无可能袂晓读啦。因为是华语无，所以你较读袂出来。譬如讲立声是上明显的啦，一定教袂准的，这是一定我会当了解。嘿啊。那这争辩是啥物意思啊？哦，争辩就是进前读做遍争辩出的争辩，争拼啦吼。你若要读华语就是争。嘿，哈，啥物？我常常都怀疑是毋是？你讲无无毋对啊，就是伊，这是电开盘安尼写来写争辩，一般咱拢讲争辩较侪吼。争辩出就是争辩出啦，就是斗法啦。我嘛毋知要华语变哪规说这个争辩，这个就是争拼，你来用来你抢来你拼即种出吼。这就是争辩吼。啊，当然这只毋是讲，所以一个听见争辩，当然你会当讲是争辩出即个名词，你嘛会当讲就是你争辩迄个声吼。嘿，嘛是会使，因为一个听见争辩吼。啊 ，OK， 所以争辩是安尼。好，会对卡卡小姐吼，你若有兴趣再来向阮读啊，你若。后礼拜则个欢迎来大家斗阵来学台语文吼。阮读的即小说，一字一字唱安尼来学啊，所以阮进度不论啦吼，无你赶进度，主要是每一个词、每一个字有袂晓，咱就甲学起来吼。甲看清楚，查字典词典甲学清楚，学好明白啊。主要是爱搁甲捡转来，爱有法度家己用吼。无看过尔足拍算的吼，爱会晓家己讲，会晓家己用。好，时间到遮，咱今仔有超过时间啊！感谢各位，咱过来就是读即个日兰野声，欢迎大家来读吼。安尼，感谢各位，我要来关房了，好。感谢大家。
多谢。